哎，那是个什么树啊？好像是个槐树。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？门前有槐，百鬼夜行。这是哪儿啊？咱们怎么走过来的？谁知道？往后走300步，就是这条街的出口。汝乃何人？为何阻挡我等道路？我乃罗刹街镇魂将曹彦兵。这条罗刹街，老子说了算。滚！说一声，我马上就到。站住！撞了人家不是说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，我赶时间。今天迟到了，实际上就来迟，可不是嘛。请进。告诉我，你还想不想干？
想干。想干你为什么迟到？昨晚做 PPT 到很晚，很晚有多晚凌晨3点半， ？PPT 呢？没做完。你还想不想干？想干，想干为什么不做完？你到底想不想干啊？想干。那要不赶紧去干，半小时才干完，饭店客户。哎，我视频卡住了，我淘宝支付失败，我邮件都发不出去了。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公司的网断了，所以现在邮件根本就发不出。我的设计方案呢？什么时候给我啊？我知道您很急，可是因为我们网络……小玲 ，PPT 怎么还没发出去？客户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。网坏了。网坏了不会有流量，还想不想干了？小玲 ，PPT 发了吗？正在发。快点！终于把2G 的文件发出去了，累死宝宝了。你手机这里密码是多少？老板是什么？外卖，夏玲是哪个？我是。站住！撞了人家不会说对不起啊！站住！我告诉你，我被你害惨了，知道吗？怎么走路不长眼啊？你这个送是怎么当白领阶层啊？赔我外卖钱，赔我精神损失费，赔钱！赔钱！别乱跑嘛。莫名其妙。
救救我女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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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，小心！在这里死去，便会在灵域重生。我闻到了悲伤和恐惧混合的气息，这样的灵魂看成一场盛宴，与我同行，去地狱走一遭如何？你在这里死去，便会在灵域重生。我可不是来救你的，哼，蠢妞！你是谁？罗刹街镇魂将。你就是那个没有守护灵的镇魂将。对付你们这帮杂碎，需要守护灵吗？潜入空间涟漪，借助门进入人界，伪造死亡现场，还把人类捕捉到灵域，这种行为是重罪，你知道吗？潜入空间的涟漪，通过门进入现实。我后面有什么样的势力？你身为镇魂将，难道想象不到吗？
你就等着被黑云蔽日，永世不见光明吧。别傻，我才是光明。哼，记得太多事情会成为人生的负累，不需要留的记忆还是删除吧。不知在哪？夏灵，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是？我是你的守护灵。夏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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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终于醒了。阿弥陀佛，醒来就好，醒来就好。哎，玲玲，你刚才说你好像看见一个人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哥哥，那个女孩是你救下的吗？是啊。一人捕捉人类，可是制造这种车祸，怕是活不了几个吧？那他们的效率也太低了些吧？不，人类的生命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，有时他们要的只是尸体。你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吗？我就记得我坐在公交车上，然后车开进了隧道，后来隧道的灯好像坏了，再然后就是……然后是什么？反正我再睁眼就已经在病房了。警察叔叔，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因为我问他们，他们都不告诉我。因为那辆公交车上的人，除了你，全死了。你是唯一的幸存者，但是你那天出现在距离公交车100米以外的地方，你再好好想想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唉，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。你有听说小夏的事吗？听说了，太晦气了。最近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，都是一车人死掉，可怕。离他远点吧，小心沾上邪气。早上好。早。所有人好像都躲着我。我只是大难不死的小角色，突
突然闲下来，好不习惯。夏琳，你好。5名鬼符塞东是一名祭灵人。下面我要对你说的话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用心聆听。不好意思，我先接个电话。直播啊？哎，别关！言归正传，夏琳，你在公交车上9死1生，纯属意外。你本该是一个死人，但是死神并没有就这样放过你，接下来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死亡威胁向你袭来。记住，当你走出每一幢建筑时，一定要在出门前停留一下，不要在靠近高楼的地方行走，不要在水边行走，不要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横穿马路，不要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，喝陌生人给你的水，更不要用湿手碰电器。如果你想活下去，如果你不愿意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，你的青春还没有绽放就已经枯萎，你只有去这个地址救你自己。48号机是你叫的外卖吧？宫保鸡丁盖饭加1碗紫菜汤，一共18块5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付个钱。差点5毛，好吧。言归正传。无聊。夏玲，老板，我都听说了，大难不死。希望你以后更加珍惜生命，珍惜生活，珍惜美好的上班时刻。谢谢老板。关心员工是应该的，然后帮我把物业费交了。啊，物业费？快去吧，交完物业费给你放假。记住，在出门前停留一下。不要在水边行走。有出息，大白天还能见鬼不成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看你在湖边站半天了，你怎么往湖里钻啊？还好我拉住你。我没事，谢谢你啊，春天。我先回趟公司了。副军检查过了，石铺进入的门是在罗刹街的领域，曹彦斌是罗刹街的镇魂将，如果有异动，他的将军链自然会有反应。石铺怎么会死在一个没有守护灵的人类手上？人类没有守护灵，在领域寸步难行。他没有守护灵，还可以做这么多年的镇魂将，一定有其过人之处。
就算如此，但我们已经和那个人打好招呼了。他的将军链应该不会被惊动。难道那个人不用多猜了？不管那个人出了什么差事，还是他有意而为。曹彦斌才是杀害石普的祸首。那个人我们得罪不起，他区区一个罗刹界的镇魂将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夫君的意思是，以后福才带人去把曹彦斌的首级带来。夫君，杀害罗刹界的镇魂将，这可是重罪啊！我们本来就是重罪之人，又何必怕再多一条罪过？曹彦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被称为火将军，但武等之前追随众家皇帝，那可都是驰骋沙场的将军。再炽热的火焰，在武等面前也必将熄灭。不要横穿马路！你好像说全死了，是一个死人。死神并没有就这样放过你。是吧，姐姐？大难不死啊！夏灵，我不会伤害你。记住这个地址，去寻找一间有槐树的院落。院落的主人叫曹彦斌，他可以救你，也只有他可以救你。我想问一下，
你们这儿谁家的门前有一棵大槐树？是你！你们是伏尸将军麾下的吧？若有人擅自闯入，杀无赦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另一个世界。干什么呀你？你不可以随便伤害别人。我是在执行公务。我告诉你，这条罗刹街，老子说了算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，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人沦为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仍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。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。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。退亦无可退，一身错。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已有再多